馆长杨文科昨身体无爽快，快筛阳性确诊。杨馆长昨日有去参加颁奖典礼，包括新北市长侯友宜、屏东县长潘明安等等，有8个县市长拢有做伙来参加，甚至甲喙罨剃掉做伙来翕相。这8位县市长接到消息，马上做快筛报平安。 6位县市首长徛规牌，要领5粒星县市首长的奖。新的县长杨文科嘛是最佳进步奖的前3名，佮刘翠暗甲金门县长杨定五加高雄市副市长林钦莹伫翕相。初七，新的县长杨文科就验出2条线。这状况是还好，但是现在就是还有一点点的这个疲倦了，但是我想这个已经吃了1次药之后，整个都恢复得很好。 人有较好，也过看起来嘛是咧显现。原来县长夫人伫初七确诊，杨文科伫执行0+7的自主防疫措施。初七透早感觉人无爽快，也过快筛后阴性才出门的。10点开完主管汇报，嘛是感觉人咧显现，搁筛1摆煞变阳性。杨文科随取消所有公开行程，等于说7+7的居家照护，并且视讯看诊。这段时间我会居家办公，用视讯和电话持续来关心各项工作。 杨县长又出面报平安嘛，表示讲所有县政工作会照常举行。今年1天出席颁奖活动的各县市首长嘛，赶紧快筛报平安。进门的时候有碰到杨文科县长，也有跟他打过招呼。我做一次快筛，出来的结果是阴性，请市民朋友安心。疫情当前，病毒是无孔不入，只能加强自主的防疫作为，避免去畏着病毒。 我是喜顾亚外，你订阅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了吗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